Oh, started this. Tanganzo tanda kondo yamdo semje kom chanju sem kombare. Tati bi shenda medo miruma ta katsure. Pe msebe ke chumbule. Tanganzo tanda shungla lobjon chaya di ane pena tharinda wuji shungi shungzen da wuji shungzen pena salami ne re parchin ta pena namde ne re parchin ne re umai ne re khare imba ine ya shung ti da di shungzen ti gang do chagyo ti ane ngire la la le ta ya ti lobjon da jani samlo ta ya de ke to so kale kha yo re khayin se na ngi go nima re la shungzen sawa to de chazang ma tuji to tempati 템바데 카고 연구야와 디인주 로동 란주기 로종기 냠내다 니레기 로종수단 자리야디 또좀 카고야래 다 사단기 공도 셰베 점도 섬게 공부다 전주섬 공부다 오다 딘주체디 공부디 그 균데니 고치 나시도 단치 인디 디간 도마이나 아니 니레니 셈 추바데 셈 용원버게 값소 아니 랑시메바 딜레야 냠도 자 토야디 또 좀지 렐하도지 이게 계자래就是我们在上课之前呢，都会先观修皈依和发心。那皈依和发心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也不可缺少的。因为呢，就像是我们今天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地道的建立。那或者说我们在学习五部大论里面，我们说像是释量论也好，或者像是现观、中观也好，那我们在修学这些五大论的法类的时候呢，那要在学习当下呢，就结合修心呢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呢，这些就是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呢，他每天所学的呢都是一个新的内容。那学了新的内容之后呢，要立刻结合我们的心绪，它会变得比较困难。但是呢，像是我们如果说是每日呢，就是固定在观修皈依发心的时候，因为它每日修持都是一样的缘故呢，所以对我们来说，要将它结合在内心呢，会变得比较容易。답변은 가르스는 먼저 지단 셈 쪽베가 로종게 냠네 칭이지 임베 원도 땅바 있나야 로종게 냠네 칭이지 다 알레 그런저 동바된 답대보여나 한 동바되는 되기래다 어떻게 就是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呢，可以将视讯镜头打开。다들이 다들 말하기 셈 답변은 만족이 셈다부터 답변은 로종의 냠내지 고아가 로종의 냠내 칭이지 원도 다 제용의 원도 제바이나 아니 셈디 카치디 용도와 하상아 파 태연의 친 바다 바게의 친체 천안지 가르스는 카치기 로종의 냠nen세야디 로종 칸이 덤바데 로종의 냠nen다고 치라 삼로코고도와 티 말에 로종기 안에 덤바 잠지 로종기 냠nen스 라고요 말에 그래서 로종기 아니 칸이 덤바 안에 덤바 치고티기 로종기 냠내 말에 나네 덤바디 로종기 냠내 말에 나네 덤바디 로종기 탱규리 더지 차기요 쳔바기 쳔발레 쳔소 당년 더지 그 차기 말에 쳔소 당년 더지 차기요
로종기 식제의 나는 덤버디기 로종기 챙규레 마도 로종기 나기 냠랭문에디 도투뱅에 봐요 말에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修心呢，那什么叫做修心呢？就是之前，前一段时间去台湾的时候呢，就是会觉得说，有人他会认为说，在所谓的修心呢，就是做一些课诵、做持诵。但是呢，光只靠课诵呢，或者说口中的这种持诵呢，它并非是真正的修持，也并不是真正的修心。那我们用嘴巴去念诵这些偈颂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念这个偈颂目的呢，是为了帮助我们去忆持修心的一个方便。所以呢，光靠持诵呢，它不一定是一个真正能够修心的一个方法。对，이 인비 균생 가르에서는 이 결혼조를 빼라고 결혼조로 안용이 이제는 나라 망해별로 써야 돼. 어떻게 전부를 라트도 그래. 나라 망해별로 써도 가르치질래 나라 망해별로 쓰게 돼. 먼저 로리 뒤에 이제 나라 망해별로 세민기 시방안에 이제 나라 망해별로 뜻에 로시에 태점스네 난도와 나라 망해봐. 나라 망해별로 로종의 냠내라 잘해요. 가르치 자고래서는 나라 망해별로리 뒤에 이제 나라 망해별로 뜻에 로시에 태점스네 나데 나라 망해봐 생인데 간대질라 그여래서나 윤나마 강실라 윤랑해봐 데모투별로데라 나라 망해별로 슬라기여래. 배나 만주 지기 미기 소이동와 질라 차네 값소 다 암조 같이 에네 이미 소제바 질라 하바 차심베 값소 아니 기비글라 단징이시 용구여래 텐징이시 텐진나시 용구여래 아니 텐조 용구여래데 텐조 나라 망해별로 가르에서나 코 단징이시 디기 단인기여데 셈 달라 마테바 송장 콜랑이시 텐투야 말이 셈 강랑 예시 되야라 셈 유대대라 대고고요. 제가 셈 이수 잡아라 하고 차심be 가서 기부주기 단지 예시디 나라망게 별로 있고 유도고 말이 체마 말이 제시에 말이 수고도 티과 과카레 유대랑 예시 되는고 말이 유랑 예시 되면에 균세가래 셈 유라 마테베 균세데라 토디요. 셈 유다데라 마테베 균세라 토디요. 셈 가래라 대디요스나 이 수제바 가자 수제바 지라 미기 수제바라 라바 차대야로 미기 수제바라 대대야로 디 차네래. 那为什么说呢？就是我们在念诵的时候呢，它不一定是一个真正修心，不一定是真的在修心的。那如果说大家有学过心类学的话呢，那我们从这边来做比喻就很容易了解。心类学里面呢，在讲7种分类的时候呢，就有讲到说显而未定知，就是我们讲到说7种分类里面呢，就是有5个非量知嘛。那5个非量知呢，就是在觉知、视察意、显而未定、疑还有颠倒。那在讲到说显而未定知的时候呢，那什么是显而未定知？显而未定知呢，它就是我们能够显现，但是却无法产生决定。什么叫做无法产生决定呢？就比如说，当我们眼睛呢在看得非常好的这个非常美好的这个色身的时候呢，那我们耳朵听到的呢，我们可能并不会在意，就是你有听到，但是你之后呢却没有办法意识起来说，哎，我那个时候我好像有听到什么声音，但是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却没有办法记起来。因为呢，我们的心呢要引申决定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心呢要去向这个境。但是显而未定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呢这时候专注于在色之上，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对于声音呢产生决定，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呢是趋向于色的缘故，没有趋向于声，所以之后呢我们去回想的时候想说，哎，那个时候好像有听到什么声音，但是呢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却完全没有办法现得起来。那这种呢就是所谓的显而未定知。제자 나라 망기별로 세야디기 제자 디기 토네 간주 가르치고 그래서나 제자 디기 토네 간주기 같이 가르치나 냠도 냠네 mambu 검구에 라부도 쇼신 냠네 치기에디 이나가 셈노 교도 가르치나 셈텔라 마데베 따팅비어 셈텔라 테나 셈 유강다 강라 델라 테나 델라 테니 랑시메바 곰곰곰곰나 곰베왕기 소아미 세지레 하요래 소아질리 그래. 그래서 해야요. 진짜 되네 이도 간주 가지기 앞에 냠도 섬기 곰곰바이 가두이네 냠네 치기여디 냠네 치기였을라고도 와. 가두이네 냠네 치기여디 히나디 용금도스. 나라 소
이 용문도 소 제가 디 가르다는 셈네 디강 셈바딜라 마테바 식점지 마도 식득이 된다라 양의 양도 삼로 땅 마다기 겐기 아는 가줄 소아딜레 두고요 말 소아 말레도 셈나로 요아 줘야 돼 깔 카이요 요아 줘야 돼 깔 카이요 돼 어느 거 이야기 줘야 돼 대외에 깔 카이요 래所以呢，就是有些同学呢，就是说，长时间的修持了这个皈依和发心，长时间在修持皈依和发心，但是觉得呢心都没有任何的改变，那这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说，其实我们只是仅仅停留在就是在文字之上，我们并没有去思维它的意思。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心呢是真的去向于皈依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如果趋向于皈依的时候呢，一定会产生一个修力，因为你透过每天的串习之后呢，一定会产生修力。有了修力之后呢，你就一定能够产生觉受。如果在觉受没有升起来之前呢，我们的心是不容易改变的。那心没有改变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进步。那所以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讲说我们修皈依和发心的时候呢，好像就只是嘴巴就是在念着皈依发心的文字之外，我们的内心并没有去思维什么叫做皈依，什么叫做发心。但是往往我们会觉得说，我每天都在修皈依和发心，但是都没有转变。那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对，第一的俺做白呢，第一的俺做个第找不来，南瑞个能啦，但沙滩个罗里能啦，就那忙个不罗些，但那个就会差送啊。南瑞就呢，那下不吧，那卡不吧没嘛，那下不路啊没吧些的，那下不路啊没吧，那起码就没吧，那个跟送的都些出点没关系，去年过个是南瑞光亮个个的了，有的话去年被吹卡多。年把的写不出口的，年不出口的，我提有吧？现在 subject 提告诉，现在那个卷数呢，你读写出的呢，那写多啊些的全大贴的，same 一的了，马得不切，安尼俺就年，安那个的嘛，周个钱呢，得了可就你那写多啊些，得了可就你这年被告诉，甚至这的年那样，前辈一样的样都嘛，什么一呢？安那写多啊些的，这可就这的。那这里缺个贴了，缺年把给贴了，年别给贴的了，带呢，俺刚年把定了，上了去年马上我就甚至马上我就哪了嘛给落到不接呢，俺那边这个缺年别给可有的年把不刚啥的了，对不给，俺那那完的嘛都，俺那刚缺年别给团的了，样都上了马上嘛一呢，第一个的那下不了些的了，就是地差位的，对了，你这不这个上面当初位的，现在地这不的。罗里那了嘛，我们罗谁啊？对不对？那这个呢，在就是心类学里面呢，我们叫做就是显而未定。那如果从广论来说的话呢，广论在一开始听闻归理的时候，就叫做说断气三过一六种相嘛。那这个呢，就是断气三过里面的气三过里面的，就是属于这个漏气的部分。我们知道说有气导复，还有漏气。那漏气是什么呢？漏气一个呢，就是这边所讲的，就是我们心没有专注在这个境之上。所以过去呢就忘记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忆持，或者说呢，我们在听当下呢，我们是很认真的在听，但是听完之后呢，你没有办法靠着你的这个意念的这个没有办法去忆持的缘故呢，所以即使你在听的当下很认真，但是因为听完之后没有继续忆持呢，所以之后呢你又会忘记，所以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漏气。哦，对嘞，这他谈到俺那个一当。yang di kang le yang ja ching anzo samlo ta khare dewa yore sen na lo jong se ya di sonam gi cho da yishi gi cho ni gi na ne yishi gi cho da dewa shu che yore sonam gi cho de shor de re so a anzo 自量 se de shu ji anzo 华人的的习惯嘛哦我们要普报我们要自量其实自量是的 sonam gi cho da yishi gi cho ni yore 소나미做的一些个做一个呢，俺这南句熊那了讲的现用的解脱给那个说소나미做啥子？解脱一些的냠下一些一个人呢，解脱的소나미做了加个个怕讲，냠下的一些个做了加个个，其实可就看嘞，냠下一些个做了加嘞，这个俺这个店呢，俺就看的可个是，俺做南下军的你干着什么工把的一些做不中了这个样嘞，一些个做了。제자 이시기 속이 때문에 샘기 샘로 속여 잡아야 샘기 샘로 속여 잡아야 디 아니 이시기 속로 속여 속로 공을 주고 야
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都很喜欢说，就是修心呢，就是在累积资粮嘛。然后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累积资粮，要累积福德。那我们一般在讲说，就是我们在累积资粮的时候呢，又分为智慧资粮还有福德资粮嘛。那像我们透过这种观修的方式呢，透过修心的教授在做修持的时候呢，他所累积的呢，大部分都是属于智慧资粮。因为我们从经典里面来说的话呢，因为经典是讲说我们在后得智的时候呢，所累积的是福德资粮；那在根本定智的时候呢，所累积的是智慧资粮。所以当我们修心的时候呢，就等于是我们的心呢专注在一法之上，由心呢去调整我们的内心，所以它所累积的呢，其实是属于智慧资粮的部分。对，세상 안쪽 고유 가르잖아. 이식이 총라 콩라 두고 여디 만주에게 로종게 냐면 만주 소남게 소사사 소사고 맞소사고서는 7억이 남기들 조당이 되도와 만주 배나 라마다 구쇼다 긴딘다 뭐체 생란 게시라 아무런 뭐체 다나 오면 이게 공양 가르치는 공양에서는 나서는 초사고요 나초사고 서는 다디 소랑게 총라 콩라 두고를 마도 이식이 총라 돌아라 소소랑이게 삼로 따야데 이식이 총라 라래고야 제자 이식이 초랑이게 삼로 따야 딜라 니레 겸도 섬게 고면데 도수 전에 줘야데 이식이 총라 두고요 이식이 초 매나 아니 추구 죽투고요 말 제자 이게 릭바 죽주베기 죽델라 콤불로 두기 게와디 교고 소나미 시 초사데 소나미 시 담바꾼이 토바쇼 담바꾼이가 수구 주비야데 소나미 초라데 수구 죽투고래 마도 이식이 초구디 죽투고 말 추구 주비야라 이식이 초고고 이식이 초라야라 소소랑이 기 삼로기 때문에 조고 비야래 所以呢，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呢，就是一般我们都讲说，我们在累积福德资粮的时候，好像都是靠着外境。就比如说我到寺庙里面去的时候，我去供养哦，无论说我供养的是寺庙也好，我供养的是出家人也好，我供养的是上师也好，我供养的是仁波切也好，能够让我累积福德资粮。那这种呢是累积资粮，累积的呢是福德资粮。所以呢，那该如何累积智慧资粮呢？智慧资粮就是靠自己的思维呢去累积的。所以我们一般说呢，我们在就是日日呢去观修皈依和发心的时候呢，就是透过自己的思维。那透有这种思维之后，他所累积的呢就是智慧资粮。那龙树菩萨呢，在60正理论里面的最后面呢，他就讲到说，就是透过累积2种资粮呢，能够获得，能够承办色身以及法身。所以呢，如果我们只是累积福德资粮的话呢，我们最后是没有办法承办法身的，因为法身呢，它一定呢是要透过智慧资粮呢才有办法获得。那我们该如何去累积这个所谓的智慧资粮呢？就是透过日日夜夜呢，就是透过每天呢不断的去修持皈依和发心，那透过这种方式呢，由这种自己思维的方式呢，然后来做累积。다 되래. 제가 다 디기 다 먼저 디 먼저기 직티래. 소니의 자니 삼로 당단데. 얘기 딜라고 알다. 다 된소 강가 얘기 다 교전 소소랑이기 삼로다니 겸도 샘게 검 천주 샘 검해야돼 검게 디기 nen가데 거 투되어래서나 어디서로 투되어래스 직티래. 소니의 데. 직디 먼저 드레나라. 년랜다 린지 지긴스 인도와 년랜다 린지 지긴스 인도와 단다 소남기 쳤다고디 린지 지긴다고 그래 이시기 쳤디 년랜다고 그래 신선아 신 소남기 쳤으니디 소남기 쳤디 린지 지긴다고 그래 신라 처법이 쳤사 디 그거요 린지 지긴 매봐 년랜 지부기 연구와 말해 진짜 디 린지 지긴다고 그래 이내 린지 지구기 리고 알아서 리고 아마는 년랜 코로나 교구가 진짜 규조 년랜다 린지 지경이게 나네 규조의 수레 년랜다 투디어래 지기로와 규조디 어디 빼나 봄바다고라 년랜라 린지 지경라 봄바 송에게 강사다 아니 추다 담바다 사다 다데 가리요네 뒤서 린지 지경와 다 년랜 코로나 봄배기 규디로와 윤진바디 이러와 제자 년龄 코로나라 교연 쇼츠서는 가르모 가르이네 펜토고 말해
就是lenji check-in的那呀，那都那个啥边了，就需要啥说呢？那卡罗莫个卡罗lenji check-in片呢，就用你这个 get 图没得哇？哦，年龄给那么下的图呀，他的那个去对了的家伙呢，加上那个去加上的要的。所以呢，上述呢就是透过就是每日的思维之后呢，那我总结出来呢，就是我们可以透由就是和两种资粮呢做结合的方式呢，然后来做解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结合着社类学。那社类学呢，就是在讲到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有近取音，还有具有元。那福德之粮呢，它就像是具有元一样；那智慧之粮呢，就像近取音一样。当然，具有元呢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这个福德之量，因为没有具有缘呢，你光有具身，光有进取因呢，它也是没有办法就是获得这个果报。但是我们知道呢，学过四类学的话，我们都知道说，在两种因当中呢，最主要的呢还是进取因嘛。就像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瓶子的话呢，那我们知道说瓶子的这个具有缘呢，那就像是做瓶子的这些工人啊，或者说他所烧的这个火啊，或者说他加了多少水，但是最主要的呢，还是在这个他做瓶子的这个陶土嘛。要是陶土本身有过失的话呢，你的具有缘再怎么好呢，那也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很好的瓶子。或者说呢，我们在种植这个作物的时候呢，要是它的进取因呢，种子本身就有过失的话呢，那你无论给它多好的这个具有缘呢，它还是没有办法长得很好，它的作物还是没有办法收成的很好。所以这边呢，就是从结合着社类学的因果的这个地方呢，来做这个解释。现在我们对了，他可能就开始对了，讲究了吧？讲究呢，对了，生意的能做当然有嘛？对了，你送的老中给娘们的家来备了，本来年龄的年纪这件事情，军队给他们下的呀，娘们的家也多啊，家也当的点点的，我就说啊，哦，他点点，他定一个开的定过来是呢，本来讲到什么？他妈马公不接呢，公公被给军生，公公被给朋友开的有没？哦，但呀，对了呀，安尼去同讲到生个广播都不接呢，这个那个开的一面的，我这个出的提议。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在修学社类学的时候呢，那千万就是不要轻视这个社类学，因为社类学呢，它像是在因果的部分呢，和我们平日的这些修持呢，都是有相关联的。那今天呢，就是透过呢，一开始课前的这个讲述呢，就是想告诉大家，如果说还没有开始修学皈依发心的话呢，那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修学皈依发心的话呢，能够获得这样的好处，以及呢，为什么我们要去做修持皈依发心的原因。对的。我呢，他讲到什么gom呢？讲到什么老中的娘们的，他妈同步gom呢？他参马gom呢？哦，他等这个是当。杨们呢？安那 gom 呢？都是去三罗当的决定不？这来的你这呢？他呢工作了，开始了个意思了，那是。那所以上述呢是对，就是还没有开始修行的人呢，那希望说你们能够每日呢开始观修皈依和发心。那如果说呢，就是已经开始有在观修皈依发心，就是有时候修，然后有时候呢又忘记修，或者说呢平时呢就有在修行的人呢，那又有哪些是该注意的呢？他俺的不起没呢？比如说我这期讲啊，讲到什么？人他那是我们等于起没呢？当然说，你多啊，老种全去身边给努不成完了，着急给送了。天的细心，怕有被安排可能大多送死。天把的细心给过呢，把那着急给老种给娘们的全去身边，老种给娘们全去身边努不成完，第能了呢？你阿嘞，你这了你去当个，有呗？没那你不你去当个。哦，没。没，咁么就说啊，我的当过啊，我嘞，开不没都，世界的你的你提下来的噻，我的提下来的爸爸有噻，怕出车的不嘞，哦，
嗯那这边呢，就是人们切引了就是阿底峡尊者所造的这个菩提心宝鬘论的一个寄颂。那人们切呢，现在会把这个寄颂呢，就是写在这个聊天室里面。哦哦对어디래 로종 로종의 누구창와 저주스면 누구든 대나 시신 바요베 온베고는 따도 송세야 되래 제가 대나 시신 바요베 온베고는 따도 송스 다다가나 이제 로종 칭해 봐나 절람 꾼도랑 줄로 또징이 뭐 개마다 다시 말을 제베나 짠답 돈이 토바쇼스 어다테래有些当也是这么的，아有些职业当军也在， 이 땅사이 考完没干， 할 꼬라자인사를 왜 啊嘞，主也上来拉手给我们。那就是대나呢，시신 在 바요 라소 那就是在菩提心宝鬘论里面呢，就讲到说要透过我们的就是正念正知，然后呢来受持我们的内心，或者说呢我们在看这个修心八记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一举一动观自心，正当烦恼出门生，即将脑海自他时，愿即呵斥令消除。 다 나도 쳐보면도 제자다 디인디 전에 시신 바이오 공부거는 다도 다 건다 가르스나 깜도 섬게 인다르시 공예 지인바이나 냠도 섬게 인다르시 곰댕이지 다 곰댕이지나 메 곰바다 마곰베 캬바 카레요레 라베이나 깜도 섬게 고메알라 카로 고츠 상예 지인바이나 콜라 카레 용거레스나 아니 샘 전에 시신 바이오 간도 따도 있나 먼저 제바 신투고 말와 어쩌베데 베나 되샤라 되샤게 온 베나 뉴몬이 너 콩로이나 교랑 콩로를 따도 송쇼아서 라바이나 콩로를 따도 송세도 콩로 따도 송해서게 당하 콩로만 예워서 콩로 찍고 지가나 샘 송해야 dik 송두고 말와 샘 딕찍고 사나 얘는 둘 다가랑 신내 미발을 찌주되나 바나 시 송두고 말와 진짜 깜도 샘게 닌다지 검댕이지 임바이나 콩로 끼야바다 샘 촉바가 대가 랑기 남바디 샤르 용이다 보지 다 콩로 깨 용고도 다스 당부 콩로도 뭐 진짜 저지라 아니 콩로도 로를 샤이도 당에 콩로 깨 용고도 어다디 콩로 깨 용고도 당아 차도 깨 용고도 어다 덴데 깨 용고도 삼베 어다디 다다 딩마송 삼베게 셈나라 쳔시게 신야디 쳔시디 랑시메바 코 유직라 템바 따도 송대 무고바 랑시메바 거기 템바기 신투요래 텐시기 땡투야기 배연디 연구요래 이 마치나 텐시 투고요 말해那所以呢，在这个菩提心宝鬘论里面呢，就是讲到说，依着正知正念不放逸呢，那我们就是要密护根门呢，然后由此来做收摄。那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呢，只针对一个烦恼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我告诉自己呢，就是我不能生气，但是我不可能每天呢都去时时刻刻的去看说，我到底现在是否生气？我现在生气了，我应该立刻去修持什么这样。我们一定没有办法说，像我们证得圣摩他的时候呢，让我们的一心专注的去观察我们的这个所缘。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能够透过每天呢去观修皈依和发心的时候，因为你天天去观修皈依和发心的时候呢，你心绪当中自然而然这个正念呢，它就会升起来。所以，当我们的心绪呢产生像是有了生气的这种情绪的时候呢，你立刻就会知道，因为你的正念一直都在嘛。你生气的情绪起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啊，我现在在生气。
或者说呢，嫉妒兴起来的时候呢，就可以立刻了解到说，哦，我现在升起了嫉妒，所以我们不需要呢一直有一个心呢在那边一直看说，哎，我现在到底是怎样的状况？因为呢，你透过每天的皈依发心的时候呢，早上的这个皈依发心的这个力量呢，它就可以让你的正念呢时时刻刻呢就是在观察自己的心。어테레 다들이 인디 감도 섬기 인다르시 곰댕이 지임바이나 코 마곰베 투주텔라 아노 콜라 셈디 뇨모바데 셈 투발라 셈디 신투고 마레 셈 투바데 셈 람자 투베네 갑소 셈 투고 마레 다 심시에디 so sias keyo sem tru di lawe juvenile sias keyo sem tru ba de sem yung de la o thanga sem tru ba so sem tru di sem tru ba de yung sem tru du sambe ge lamsa chembe ge sin tu ya di yung ma le se ge ba le so ta di lo jong ge nyam le ya nda de ji kem lo sem ge kom de ji na ano ko你们去讲到生意马公没望到当呢，马公没搞到的，俺那sem tru ba的，是不是嘞？lamsa sin thugu mare ta sin thugu mare lamne tigi yore ya dil allo jongi thangi shen chigla sem de nem thugu mares sem thug de gyodi ma nem thugu mares nem thugu se ya de da sin se ya de dawo dawo le choksare eso sin di o tadi nge ta ta ji degi mendu samba o de ji yungu yore tadi ta ta ji degi mendu sam yung de rangshi me ba ko nem ba da sim ba da wuji chagu yore eso 다 nemba se go nemba de ya sem digi nyemo ten de ko nem se je yungure yang ko sem ngwe sin de de yang ko ya shuk chenbo mandro ki khaba je do do a o tere 那所以呢，对于一个呢，就是平日呢，他就是每天都有在观修皈依和发心的时候呢，因为透过早上皈依和发心的这个正念的力量呢，他在一天当中，当他心产生各种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呢，他能够立刻了知。那如果说对于这个修行人来说呢，他如果有一天呢，他突然忘记观修皈依和发心的时候呢，那这一天里面呢，他的这个负面情绪产生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立刻呢去做这个摄持。因为呢，你这时候早上没有观修皈依和发心的时候呢，你的正念就没有办法升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当你的心已经散乱的时候呢，你是没有办法去摄持它的。那所谓的摄持呢，并不是说哦，我们手去抓东西这样抓住。我们一般讲说摄持，就是说我们能够抓或者说持有的意思嘛。但是心的摄持，它和手去抓住的意思是不一样。那我们一般是讲说，就是正念没有办法摄持。那或者说我们以修心的这个。修心教授来讲的话呢，他就是用调伏来做解释。那调伏呢有很多种解释的方式嘛，一种调伏的解释是说，就是我们透过这个对峙呢，然后去调伏我们的手段嘛，去调伏我们的烦恼，这是一种调伏的方式。那另外一种调伏的方式呢，就是让我们烦恼呢不要增长。我们比如说我们三个人，俺做了sem出于的sem出当面这个开些有嘞，瞎说啥嘞？那就是当我们心在散乱的时候呢，可以安利几种不同的散乱方式。看你给这几些呢，没了那样给这些，看你给这几些吧呢，没了那样给这些。아니 셈 류기 남주이네 밀어 뇌기 남주이 돼. 삼로지 미기 깨제지 칙지 깨제지 고바이네 콜람사 뉴모베 쳐라. 람사 깨제디 미게베 쳐라. 네게티브 기 쳐라. 삼로 땅땅 덴데지 용구도 와. 릭 덴데 릭지 용구도 와. 미치 깨제지 셰네 람사 뉴모다 제딩이 깨제지 셰. sem gaza lugi namju ji tene nyumonda deding namju tsubu seneda ya miji gaza samlo ji tangna yang ngaranzu sozo samlo kwe keja ge khwale jo ji ne lamsa dogi chola khwale na tende ji rikchi yongo do kansa rikchi ti nyumo gi sem chukwe nangne sem chuya ge rakshwe de na dushwe senare rakpa de sem chukshwe de chungye rikchi 那我们一般在讲说，就是散乱的这种方法的，那就是可以从哪几个地方看出来的？就是在讲话的时候呢，就是口中所讲的呢，就是讲一些伤害别人的这个言辞。那我们的行为呢，就是
显现出这种伤害别人的这种行为的这个方式，或者说意乐呢，只要一听到别人讲什么时候呢，那我们心呢就是趋向于这一种不好的地方，趋向于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所以就是无论我们的这个身口意呢，他呢做任何事情呢都是掺杂着烦恼。他要讲的呢，就是一定讲一些和烦恼相应的东西。那或者说呢，他的身体呢，就是他的表情呢，就是和任何人在一起呢，就是表现出那一种就是很不耐烦，或者说让人家看了呢就是不舒服的这种表情。那只要听到什么内容呢，听到任何内容呢，他全部都会心的作意，就是全部都是往负面的作意的去做思维。那这种可以说是最糟糕的一种，就是心善论的这个方式，也可以说是这是我们最粗浅或是做最初分的这种心善乱的这种方式。哦，对嘞，但dinzo के रिक दी same truba दी dinzo के रिक दी खरे ना दुगो यारे से ना same truba ha mogo वे के रिक ना दी दुगो यारे same truba de la रिक मिटा वा नी युगो यारे same truba de रिक मिटा वा sum che चौसारे same truba de la same truba de सोसो रंगे के same truba ha mogo वे के रिक ची युगो रे सोसो के same truba de ha खोंगे के रिक ची युगो रे या सोसो के same truba ha खोने de la nyebo tenda 마셰바 세나 녀모 마데바치 리지 릭숨 미다와 숨 용걸 다 단다디 니 셈트루바데 소소랑이 게 셈트루바데 하마고 외기리라 두고야래 소소랑이 차와 강제바데 소소게 뭐 맞지베 강나 두고야래 那现在我们所讲的这种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说，就是心善乱的呢，那一般会有3种情况嘛。那第一种呢，就是自己的心已经善乱，但是自己是不晓得的，这是第一种。那第二个呢，就是他知道呢，我这时候呢心已经善乱，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就是虽然说我知道我的心在善乱，但是呢，我找不到一个对治的一个方法。就是一般我们可以去分呢，可以分为这3种。那现在所讲的呢，就是最糟糕的这种呢，它就是会被归类在这种，就是自己的心其实已经就是很不平和、很不安稳的，但是他并不晓得说他自己的心呢已经开始产生这种不安稳的状态。他躺不起多啊 ，same true 呢，看你现在有没得真的些，上了当然有没嘛些上了快呗。限制先压度，讲说让你给让经济学其他就俺也的，其他就那边给米给这些可能呀，那上开始我的让你先把米给这些夸讲嘞，俺们上路当呢，我等这些米给这些夸以内，米给这那么大些个月呢，得了夸呗，让你先把米夸嘞。给这就俺的写吧，呢，让给先把给这夸点，给这写，绿给那么个了，让给先把给这那么个，但是他提民俗的呢，可绝不的民族话的，民俗的呢，一都没有的，同样的来他学的，拉巴的，他的。却看没领一句，看见印度这个民族单位呢，没得伢们都需要的，印度民族南北古个嘛，看见的印度的七六八斤伢们都出国呢，几点八斤伢们都错呢，错搞了考过查的，没长没给，可能伢们都需要了，刚刚拆的去查的，常年去这个的，对印度民族南北这的，卡罗吉亚古个嘛的。那所以刚刚呢，我们所讲述到的这种呢，就是第一种就是他完全不晓得说呢，自己呢就是已经心已经非常的这个不极静，心已经非常的这个散乱，所以他口中所讲的任何的言辞呢，都是这种智障毁他掺杂的烦恼。那所做的行为呢，也就是害人利己的这种行为。那意乐呢，就是无论说对方呢，他是用多么真诚的心呢，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那听的时候呢，他总觉得说啊，这个人一定是讲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是永远都是往最糟糕的这个地方的去想的这种人呢。那这种人呢，其实是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心不极静呢，就是最初的这种心不极静。因为这种呢，并不要说是佛教徒，其实只要是任何一个人，不管说你是印度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回教也好，或是你没有任何这宗教信仰的一般人也好，看到这种人呢，大家都没有办法跟这种人好好的相处，因为一看到他呢，大家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对，第刚才日汤不的买年的了，七六八的忙不要的，点这个日的，点这个日汤不的了，日汤不的买年几多啊？谈的，白是教学许多，第买年的。
카제다 힌두다 리주다 텐데기를 티 망보여 티 마임바 짬 간저 낭베기 캐조된 토행해 봐요 말 디기 마잉이 망보여 초 밀렘베 나라요 아니 티 가자 초 켈렘베기 나로네 치르베 나로에 디기 망보여 所以上述所讲的这种人呢，就是去除掉这种人呢，就是其实无论说像是佛教徒也好，或者说不要说佛教徒，乃至于说基督教或者说其他宗教呢，都有很多呢不是属于这一种范畴里面的人，所以不具备这样子的行为呢，不一定是佛教徒，就是一般就算你没有学佛或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也有很多人呢，他是不属于这一种范围里面的。这张俺就他。 이 교쇼 인자 교쇼 디가랑 한zo 말려지 그거다. 띵에 다들 얘기하고. 那因为这种呢，就是刚刚所讲的是最糟糕的一种，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想办法，不要进入到这个最糟糕的范围里面去。哦，对，听俺这个呗，rakpa的，他米仓没动呢，还快起来的，是吧？哦，对嘞。 因为这种烦恼是非常的出分的，是任何人看到呢都会知道的。就是他的。当然说，你先出发的，他是你把的，是吧？但俺呢，原来呀，俺呢，当绿的南珠啦，俺被个啥，让给先帮当有么的这位南珠嘛对那样，先的搞来开学的。 다 팀마데니 셈투 류기 남규라 마테바 나게 남규라 마테바 야 릭지 용구야래 셈투 대바지 那第二种呢，就是虽然说呢，他的内心呢就是非常的不洁净，非常的散乱，但是呢，他在身还有口之上呢是不会表现出来。身口虽然说不会显现出任何想要 伤害他人，或者说跟他人不合的这个相状，但是内心呢，因为是最难调伏的。虽然说他内心非常不洁净，但是从外向上呢是完全看不出来的。俺说南句嘛就三万学来的开始学过多，嘎他呢三万学来几多，独他呢三万学过多，军队呢三万嘛学几多，我听的。那理解。 三万学呀，秘密，俺就三万起来学了多呀，就多说人给三万，说人给三定给三万，且没了马些三百给三万的，没了怕学了多呀的，三万起来学了多呀的了，你用个多，嘎产的，把说嘎达学姐，俺那三万学了，被其他改为告诉，俺那说也了原来定的了，然后没把看你学多呀，就用个多，嘎产的，那就，俺那要先都。 产的用的，安尼他把地起了这些用的，然后没把什么就来到就差不多三节，三万学出来就用的，三万学了没到你用过多，我的龙啊跟南京的来了话过嘛，same thing 的了。所以呢，这就是像说我们一般就是我们要保守秘密的时候，那有时候秘密呢会不小心说出来嘛。那为什么不小心说出来呢？有两种状况，一种呢就是在太高兴的时候，太高兴的时候呢就得意忘形，就不小心说出来，这个是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太难过到不行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把这个讲出来，是不是我内心会好一点？所以就会不小心把它给说出来。那这种就是。 为什么说这个比较难？因为平常我们是可以用声口的，然后来做一个伪装，来做一个掩饰。那心呢就比较困难，就是你真的在心呢太高兴或是太悲伤的时候呢，那你这个秘密呢就会守不住。哦，对。 他的 sem 能力，龙啊，给南京人的冲突个嘛嘞 ，sem 给的能力要不得了。我他提告诉 sem 出的吧，去用过了。他提搞的是呢，俺做啥汤给老板那些 sem 出的吧啦，说让你给我嘛些吧去用过去 ，sem 出的吧啦，他提的了呀 ，sem 出吧说让你给哈空的接用过的，没空的接用过的，对啦。 다 셈 초바 소소랑이 하 공에다 붙이 임바이나 다 로종게 냠네 또 저기 사탕게 나시 로종게 냠네 고야 주네 아니 이게 셈셈 중게 뇨모다 데데게 모트에다 붙이 롭듯이 디체인지 다 디체인지 간솔라 다디 간솔다 붙이라 강에도 고주거라 디셈 초바디 까브레 하 고아 간실라 하 고바 용구요 될라 냠보 마데마 용구요 어째래
至于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外表呢不会显现出来，但是内心呢就是已经开始不极静的这一种的。那这里面呢又分为两种，一个是自己呢了解说，其实自己的心呢已经很不平静，这是一种。那有一种就是他可能虽然他内心不平静，但是他自己呢也不了解这样。那这是属于刚讲的第二种状况。那第三种状况呢，就是一般就是我们有在修心的呢，那就是你可以知道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像是学过，就是心类学也好，那透由心类学里面在讲述心王和心所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说，哦，这时候呢，我心里呢现起了怎样的烦恼的这个形象呢，你会非常的清楚，哦，我现在有这样子的烦恼形象呢已经升起。但 same trupa de susu rangi di hakowa ina same trupa hakowa dega rangi ya pento chimbo shibu yore. Pena same trupa de susu rangi ki nyomonda chado ke o tanga chado ke ki du samba chimba ina pena yungudo susu ki tila susu le la mi shamba chiki susu da zinda chikba chiki o ta ko pe tingsan yonde chimbo chasha ko pe chiki chasha ngingi chasha susu le kyabado pa pe yonde ji jo yonde那所说人你什么呢？马掉我就用过头啊，我到底了差多是个样的，差多给落地给用过样的。其实太代表差多给落的，等于刚刚谁说的哦，他的差多给都是那的，你差多给送上面的，sem出不的所说人你哈扩吧的，哈扩的他出来当个嘛，sem出不的哈扩点嘛他就哦，他的这个嘛的，第 sem 出不的 sem 有么嘞？lamsa ota di sem tru yungudu tadi nyomo di nyomo re nyomo inza bichela mege wata tadi gi dribula dungenji ma do yongwa yoma tanga di drigma so sambegi gyoba ke ya temata do ani ningje komya chanju sem komya ota di ani ko nyabo temba de cho tuwa re。那我们呢，就是仅仅呢，就是了知我们内心呢已经升起这些心已经变得不极静了，那对我们来说呢都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呢，就是当我们看到呢和自己就是同辈的这些同学呢，那他可能现在呢他在某个领域呢就是非常的厉害，那某些功德呢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或是听到的时候呢，内心就不舒服。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啊，我现在是心里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呢，其实就是嫉妒。所以，我们光能够认明呢，我内心已经升起嫉妒呢，对我们来说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因为自己已经知道说升起嫉妒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去思维到说啊，既然我了解我现在升起的这个是一个嫉妒，那我们知道说嫉妒呢是烦恼，那烦恼呢，它所获得的果报呢，就是我有痛苦而已。所以，透过这边去思维的时候，我们为了不希望将来能够感得这样的痛苦的缘故呢，所以我们要先第一个呢，就是产生追悔的心，或者说去忏悔。那接下来呢，就是去修悲心呢，或者是菩提心。所以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呢，光第一个呢，我们能够认明自己内心呢已经升起烦恼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其实他的那印的 same trouble 告诉 same trouble 的都是什么嘛的呢 ？same trouble 的个了，大家让下去，俺那코랑呢，俺别的考试过的这个让家下下呢 ，same trouble 的让家下下呢，俺那过了三类的村民这个那么多给钱，那么多给钱，我切了多少去吃个的，切了多少呢？俺别度假吃个的，他别那谈到俺做的不起因为呢，谈到俺做的不起因为呢。사탕기기 노모랑쉐 독쉐디다 유기 말에 저왕한테 리 페첼레 유기 말에 이나야 디타우 차야라 뺑냥가 첨보여 그래서나 녀몽기 냠보다 로종기 냠네 띵초부지다 땡초 저부지 마테바 있나 양고 도로 줘야나 뺄레라고 차로 그래 송아 어디래 那如果说呢，我们对于说心绪当中呢升起烦恼，然后自己也知道，但是呢，你并不去做任何的对峙，你只是放着的话呢，那因为你已经升起了烦恼的缘故，有了烦恼之后，你不去做对峙的时候，会透由各式各样的非理说义呢，然后不断的去争议，那争议之后呢，它就会越变越糟糕，这样。那所以刚刚所讲的第一种这个状况呢，就是最糟糕的这种状况呢，就是应该呢我们在说呢都是没有，但是呢虽然说现在没有，但是之后呢很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如果呢我们平常呢不去修对治法，平常不去修心的话呢，那我们的心要变坏呢，或者说往不好的方向去呢，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他本来故意发现你们开始就马光把伊呢。sem 出对不起，他 sem 出的，
sem chupa yung kore sem chupa yung be kapsu kabri kabri sem chupa susu rangi ki ngoma sheba yung kore kabri kabri sem chupa de sem chupa susu rangi ki ngoma sheba yung kore 다 당보 참 겸도 섬게 곰대 받지 야 니셰제라 니마 카셰제라 겸도 섬게 교네 마고바이나 셈 축과도 소소랑이기 하모고 받지 롱하게 자주 태첨부 된데 줘야기 냥갈라이 요래 다셈 축과도 소소랑이기 하고바 답지바이나 람상 가르땡을 오 탕가 징마송아 상이닝에 자주 셈데 공기 마 상이니 쇼게 인다르싱아 겸도 섬게 공기 디 마곰나 날 괜찮디 된데 연구도 삼배 로기 템베기 심바 신토바 거래 所以呢，就是当我们就是如果我们不去观修皈依和发心的时候呢，平常都有在观修皈依发心，但是可能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自己忘了观修皈依和发心。那因为没有观修皈依发心的缘故，内心呢可能就会开始产生这些纷乱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烦恼就会产生。那没有产生这些烦恼的缘故呢，那我们可能会有时候呢没有发现。那没有发现的时候呢，就像刚刚讲的，那我们可能身口呢，它不经意之间呢，就会产生这些去伤害别人的这种行为呢，就会产生。那第二种呢，就是虽然说我没有观修皈依和发心，但是呢，你呢，就是突然发现说，哎，我现在好像心呢不像之前那么激进的时候，那这时候就可以策发自己说啊，我应该要持续的去观修皈依和发心，因为如果不观修皈依和发心的话呢，会产生如是的这种过失。那我为了不要再让自己产生这样的过失呢，所以我要好好的去观修皈依和发心。实际上，就看起sem出sem明白修人的。다 잠도 섬게 인다르시 곰 간섭 전에 셈 축 인다르시 셈 축 대바더지 마 곰네 셈 축 바더지 레베 값소 타이나 용마손 삼네 타이나 용마손 삼베디 다 셈기 감 잠도 셈게 곰바디기 팬토 우면도 삼메디 마레 삼삼나에 티 팬토 우면도 삼마 고 인다르시 니마레레라 고 로그 자진 제바나시 니마레레 최정이 접시 로 다야 디고 최정이 접시니 고 드제데 저두그레 마도 고 양자 로디기 고 드로그 누바디 예차르와 디도 인다르시 고 잠도 섬게 곰바디 로 사바나시 제제 고 인다르 디링가데 고 따다 소르그레 다 디니 칼리 제제 아노고 슈 야게 셈라야 마라시 메바 슈다 땅게 야로 줘야 마도 닌다르시 겸도 섬게 마곰나 다른 곰바디기 상이 교네 마곰바이나 네바 트야스 개요 말에 닌다르시 곰바디기 닌다르시 로사바나시 고따다 인지디 고따다 셈딩죄는 마소나 셈 축마 주바다 셈 축베네 값을 남사고 텐시에기 세미하다 된데기 팬도 연구요래 그래서 디기 니레나 동네 체단들라 팬도 세나마소나 디 요래 다 디기 토네 아니 삼로치 이 돈에 님보던 단지 두즈치네 심바이나 다야 셈 축위네 가서 다 용사 말에 다 가상에만 고메인데 그 다른 마고나 다른 게 네바디 텐토고야 말에 어디낭시래 그래서 다른 이 쇼게네 건다 받을 그런 라와 자다 담샤에나 쇼게 담샤에나 건다 파자게네 그 타바게 저토고 말아天狼是 chanju sem ki songne o dagaran shi ki kyamdo ki tsiki simbe kwane sosorangi ki sem chuma chuba ki pandoya ta sem chuma june diri ki sem di sem di shide kangla ne tuya ani sem di pe takta ji diri nga gewa khande ji sawaye ne geza lapcha oda dede yongya 那所以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他可能观修皈依和发心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他就不再继续观修。为什么呢？他就觉得说，哎，好像观修皈依发心，好像对自己内心呢没有太大的这个转变。那实际上呢，并不是说观修皈依和发心呢对我们没有转变，而是我们没有好好去修的缘故。因为呢，你今天如果能够好好去观修皈依和发心的时候呢，你今天的这一天的这个行为呢，就会被皈依发心所摄持。那所以为什么说每天都要去观修？它就像是我们在充电一样。你今天早上呢观修皈依和发心之后呢，它具有这样子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呢，它是会慢慢退失的。所以你隔一天呢没有继续观修皈依发心，没有继续充电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能力呢就消失。消失之后呢，你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去摄持你自己的这个内心。所以并不是说观修皈依和发心没有用处，而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持续的每天的去做修持。你如果能够天天去做修持的时候呢，那就像是说我们把它充饱电之后呢，那你因为每日的
修持的缘故呢，你可以让这个能力呢，它不断的去增长，它会越增长变得越强。但是你光修个几天呢，你就不去修的时候呢，那自然它的这个力量呢，就会慢慢的退失。就像说我们今天一早起来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就用这个铁链呢把手绑住的时候，铁链把手绑住呢，绑到晚上的时候呢，你的手还是被绑着，你手还是不可能乱晃的嘛，因为一早他就已经把你的手给绑住了，所以即使到晚上呢，你的手也不能够去，也不能松开去做什么事情。所以同样的呢，我们一早呢，要是能够观修归和发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能够被归和发心的所摄持。那因为被归发心所摄持缘故呢，我们的心呢，自然而然就会心平气和，我们的心呢，自然而然就很容易安住。那而且因为有皈依发心的缘故呢，我们所做的任何的善行呢，任何的善根呢，它都能够不断的增长。最好的有一个事情是呢，这帮助大的，帮助的。참조심기 참조심긴다 이렇게 참조 시점 참조 심긴다 이렇게 검대바 있나 총충중지네 소속이 키토그래 총 첨보이네 총충중지네 키토그래 참조 심긴다 이렇게 검나 소속이 경첨보지네 경첨보지 키토그래 아타디 가르쳐 그래 아디 나라 고도 고면도 결혼을 고도 콜라 제가 쓸라구나 아니 참조심 인다르시 거나 아치 다 퀄리티 닌제 카요 말을 쓰려고 그래 미치 결혼을 독자지라고도 아치 닌제 카요 말 코랑게 삼로 당당 되지 레 삼베 남선 삼로디 호용 그래 삼로디 쳔바디 디기 뉴바디 티요래 아 참조심 전에 마고바 짐바 이나 삼로 당마 소소라 경춘주지네 키고마 가르치니 공키고 그랬어 콜라에 두아 말에 고레세도 어때내기 돈에 치디 고 셈낭로려야 로덥게야 경기야 심지 시엔려야 아니 캡상 때야 디 전주 셈을 하요 말이야 而且呢，就是我们透过每天观修皈依和发心的缘故呢，我们有时候吃小亏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忍受；那透有我们的心呢不断增长的时候呢，那乃至于说大亏呢，我们吃大亏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忍受。因为我们吃亏的时候呢，我们内心第一个想起来的是什么？我们想起来并不是说我自己吃亏，我们内心生起来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好可怜哦，他怎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你自然而然就对这个人生起悲心。你就会去怜悯这个人，然后进而呢，希望说他能够离开这种痛苦。但是如果说我们呢都不去思维归和发心的时候呢，我们只要吃一点点小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说，我为什么要吃这个亏？为什么他得到，他拿得到，我拿不到？我们就会去计较这些事情。所以这就是归和发心呢，它对我们最好的一个帮助。还比如说，我们做不做不知道了，你们挨打，是吧？你开上走了，等这些用贵们，本来我们机场里面去嘛，去机场，但那么当了亲给了吧？但那么当了亲呢，莫在那了亲白呢，可以呢，加了 keep 嘛，就爱去 keep 呢，叔叔让你他没去吐去，没来接去吐去，看他加了的 keep 抽嘛的是了不嘞？是吧？看他加了的 keep 抽嘛的是了不？他不过说他可给。OK， 广大 ，sorry， 对不起，塞角了吧？但俺拿下广大塞角了，他提可吐的嘛吐你用不多啊，对不对？可吐眼睛用不多，可不对啊，用咱们俺就可吐不多啊。那再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比如说大家都有去机场的这个经验嘛，那我们到机场的时候呢，其实最常会遇到的呢，就是遇到说海关他们在检查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会被找麻烦，他就说啊，你这个东西不能带，这个东西怎么样怎样怎样，会遇到这种状况嘛。那当他这样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会有两个反应嘛。第一个就是很生气，为什么我这个东西不能带？怎样怎样，这是一种反应嘛。然后另外一种，你就很自然而然就会跟他说啊，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sorry sorry 什么，这个都是我们会遇到的状况。他很多人就什么嘛，突然他就没想把这个东西去掉呢。저도 아키마 좋아 가르서 단도 곧 욕전을 치도래야 스스도 파샤 셈네 마투나 데르 두르두래 那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我们在机场的时候呢，就是通常呢，就是
海关说，哎，你这个东西不可以带这样，然后你就看旁边的这个人，你立刻就看旁边的说，他有带那个东西，为什么他有带他能带我不能带这样，立刻呢又把这个纷争的这个事情呢又引到别人的身上去了，就是不止在自己身上发生，你又引到别人身上去了。这个三年嘛特别大的。那这个呢，就是表示说我们心没有办法收摄自心，没有办法摄持自心的一个表现。혼냠도 저바 쇼차리 미직냠도 미직 세마기바 체려라. 아 샴바디에 지나 샴바디에 세마기바 마쇠소. 미님 세마기바 쇠차라. 텔레 단다 미직디 세마기바 쇠차비제라 단데 디기 도바 마카나 미니 세마기바 쇠나 가주 디바 치아요래. 那这种呢，就比方说，我们被海关找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啊，我的心就已经很不平和，你就已经很愤愤不平了，就你的心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处于一种很平和的状态。但是呢，你现在除了自己的心不平和之外呢，你又把第二个人呢把他拖下去，让他的心呢也变得不平和。那这样子会造了多少的恶业？단데 제겸나 단데 제겹으래. 단데 제겹서나 미창마 이에 강가마 기바 차대요. 미창마 따대요. 다 수수 하고요만. 아 제마 디 가다 세게니 루인 칭이지나 제마 이호조 루인다 아 남단딘 나라 디 가다 사자델이야 텐제기 깨겹게 생장란도 수수수수 제마 때문 따나 수수수수 때문 따마투야다 뭐 차야지 차고요. 디디 롱랑군 수수 요모게 수수 뭐 신경만. 那可能呢，不仅于此，就是开始吵架之后呢，就是当我们的烦恼越来越炽盛的时候，你可能不止把这个人拉下来，然后你就要跟海关的，就是不断的去争执，然后去质疑他这个那个的时候呢，然后就会变成说，把附近所有在等候的人呢，大家的心情呢都弄得心情很不好，这样，然后所有人呢都在看你们两个人吵架这样。那但是在发生这个当下的时候呢，我们并不会觉得说我们自己的内心呢有任何的任何这种纷乱的这种表象，我们自己是完全没有任何感觉的。那可能之后呢，就是某一天可能有人把那一天在机场发生的事情呢丢到网络上的时候呢，那你发现说自己是里面的主角的时候呢，你看到影片的时候，你可能那时候才会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但是在当下呢，你是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就是这时候你内心除了烦恼之外是没有其他的东西的。 제다다디 사탕기 뇽모 락바 디가나 조두거 제다 만조 로종게 냠네 칭이지네 코마 뇽모 락베 강라 만 조야디 렐하요 所以这种呢，就是当我们的心呢已经产生烦恼的时候，但是自己不晓得，那这种不晓得的状况之下呢，那我们的烦恼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那这个呢，是我们很有可能呢会犯下的这些过错。 어디래 다 진리인디 겸도성기 참주성기이다 그래시 공나 곰나 돌 뒤나 가려 연구하래서나 니리기 소소랑이 강에 가르치나 돈에 제토고 니바텔라 아니 소소랑이 경켈렌도 그래 소소랑이 눈주 제바 소소랑이 눈주 임바 소소랑이 원래 제토고 그래 시 깔에 가보래 뭐 다들 내기 돈에 지리 겸도성기 공부이나 니다 그래시 쇼게 결혼도 겸도 생겨 삼로를 한기 돈에 따는이다 그래서 검다 딩인가 디셈버 르시시 되지 셈 투바이네 셰다 투마 주바다 오지 거기 쇼게기 겸도 생겨 검바디기 탁배기 심제 파자시라 yap마 주어야지 거기 딱다 쇠샤요 그래서 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每天观修闭合发心的话呢，它对我们最好的好处呢，就是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呢，我们是能够忍受的，或者说当我们吃亏，或者说自己觉得委屈的时候呢，是我们可以忍受的。那也因为每天观修归和发心的缘故呢，会让我们的心呢变得非常的这个平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就已经被菩提心的这个绳索呢给绑住的缘故，所以你要让它在那边乱跑乱跳呢，它也没有办法，因为已经被菩提心呢给绑住了。 딩냠도 소남기 초다 이시기 초디 먼저 미기 통규매봐 예봐 소남 랍첨보 소랍첨보랑 심매봐 용기요래 那而且呢，因为有菩提心，
摄食的缘故呢，那我们所累积的这个无论是福德之粮或是智慧之粮呢，它都能够不断的增长。那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如果看得到的话呢，那一定是增长无数倍。他挺理解的。当我那些呢，他挺理解。那什么，他挺理解。当俺做老板了，都给人家。当俺做嘛，他挺的，他的巴鲁的了，俺做真的嘛做过，你嘛开始轻松啊。听就俺做样，老庄给伢们的，做给切学能给切学的，老庄给伢们的嘞。那什么，我的老庄给伢们的，原来让些没吧，没得考下呢。아니 배 강에 맞춰 봐다 미디 relö치 어랑시 상부치 어야 용토야 배도 요래 소소랑시 상부요나 소소기 코요디아랑시 매바 상부용 거래 소소 리군래서 척바 내가 레사이네 척바디 기부다디기 용거래 어다 디배 메시브 개첨보해 那因为呢，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上课，那所以呢，就是那开始上课呢，就是先跟大家讲述呢，最主要的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呢，就是修心的这个教授。因为我们只要有修心教授的话呢，那不论说我们在任何地方呢，我们的心呢都不会不平静，而且我们在任何地方呢都能够表现得很善良，然后也不论说我们处在任何一个地方呢，内心呢也都能够获得安乐。다 되래. 다 되네. 라서 다 년도 소개게 사다 년도 파베 사니 세대바도 돌아와 쇼장디. 좋아? 말해. 第欧拉的沙拉那下，第欧拉的那啥下，第你退给全温度，你退从浪城里把都来啥。 말에 년도기 총원도 년도기 총람기 친이스 다 년도기 총원도 년도기 총람기 친이스 어다 되래 다디 가상 안주 나네 다 디나네 가상 라바나시 람가수 총아데 페 메시베 개첨버래 람가수 총아 가리 이메 람가수 총아 나나 소게 코네게 라미게 가즈 파글람 코네 라미베 가즈 소게게 람다 파게게 람 아니 차치야 가즈 예메 어다디 내가 제슈지 되래 그래서 딘디 다다는 간주 년도기 총람다 버치래다 어디래那接下来呢，就我们回到地道。那我们地道呢，三堂课是讲到第20页的中间的部分，就讲到说呢，声闻的法现观呢是声闻之两道的这个定义。那我们在讲地道的时候呢，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就是三乘15道嘛。那在三乘15道里面呢，我们要去理解的呢，就是要很清楚了解到，就是三乘15道里面呢，就是为凡夫道的呢是哪几道，那为是圣道的呢是哪几道？那有哪几道呢？它是在里面可以区分为就是凡夫道以及圣者道的。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是要去理解的。다 되래. 다 년도기 소개게 되버 년도기 총람 생에디 지당 총람세디 초기람스 다 총람세디 년도기 람 카데 지네 람 빼는 년도기 총람이나 년도기 람 당부게 인도니 아니 년도기 총람게 요와래 랑게이나 랑게게 람 토마게 바다 랑게게 총람게 바 등염래 당부니네 랑게게 람로 슝게지 임바이나 랑게게 총람래 년도이나 년도기 총람 경이지나 통마 년도기 람로 쇼바다 년도기 총람 게 요래 그래서 다 년도기 총람 세야디 조 가르에서나 빼나 년중기 사바 코아 년중기 사바 코에기 니미 코에기 꽤 어다 대다 통네 아니 코아왕기 코르사베 제라 아니 동해 맛이 아니 다와 트나미 아민도 제자 교미자랑 신진레샤 디인디 랭행기 샤와체 임바 지질라 교랭행이 방고고도 디인디 랭행기 왕기 종사베 제라 동해 맛이 다와 종사게 아민도 사메디 덴데기 삼베토네 코알라 덴데기 삼바 코알라 겐주 네버 종데기 삼바 치기 땡니 다 닌데기 장주 년도기 창조라 때니 아니 상이 코알라 네버 종데기 삼바 년도기 창조라 미니 년도기 타르발라 미니 아니 코알라 네버 종데기 삼바 토마 마임바 카드케소나 디디 년도기 총람 귤라 깨바레 년도기 총람 귤라 깨라디 년도기 람라 토마 슈바
년도기 람라 통마 슈바스디 년도기 창조라 미네 다 대 톱고도 대체동아 코알을 내버 중기 코알을 제기 사베 전도기 삼바 좀마인 바지 카드께서는 어디 땡긴데기 총람라 슈바래 년도기 람라 슈바 팅이 투냠래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分类有二，就是声闻的资粮道，还有声闻的加行道。那资粮道呢，我们知道说，无论我们进入哪一道的时候呢，最初一定，无论进入三乘哪一乘的时候呢，最初入道的时候呢，一定是从资粮道开始。我们如果是进入声闻道的话呢，那声闻道的第一个道呢，进入的第一个道呢，就是声闻的资粮道。进入的是独觉道的话呢，那进入的第一个呢，就是独觉的这个资粮道。那什么是声闻的资粮道呢？就是我们要升起资粮道的声闻的资粮道的时候呢，最初呢就要升起一个出离心。那什么是升起出离心呢？出离心要升起出离心之前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到轮回的这个过失。去观察轮回的痛苦，了解轮回的过失。那观察之后呢，发现在轮回里面呢，它是唯苦无乐的时候呢，那内心呢，为什么在轮回当中它就是唯苦无乐呢？因为轮回最主要的因是什么？就是业和烦恼。是在轮回当中，它一定是随着业和烦恼而转。那既然是随着业和烦恼而转的话呢，它所产生的果报呢，就是唯有痛苦，是不会有任何的安乐。那也因为呢，轮回当中是唯有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升起一个想要脱离轮回的心。那该如何脱离轮回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是进入声闻道的时候呢，我们会先去圆着声闻的菩提。圆着声闻的菩提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呢，我想要获得声闻菩提的缘故，所以呢，我升起了想要脱离轮回的心。那最初呢，升起这样子的心呢，就进入了声闻的资粮道。촉람 세디 가르치는 촉람이라나 년대기 창조라면에 타바토 네벌 중대기 삼바 년대기 타바토르기 삼바 처마마 임바지 카두게나 년대기 람 타르베 차단 툼베기 소남디 따야기 고주사디 되네 고주 연구야 년대기 람나 슈바당 년대기 타르베 차다 툼베기 게자 소남 촉디 따야기 고주게야디 아니 되네 고주고 요인자 년도에 람 당고들라 초람 살랍고 비견세 테레 초람세디 년도 창주 두제기 초 소베기 람 고주게디 임베차네 아니 콜라 초람 살라버레 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会把第一个道呢叫做资粮道呢？那就像是声闻的资粮道。那声闻的资粮道呢，就像刚讲的，我们升起一个不造作的，就是不造作的呢。沿着声闻的菩提呢，然后不造作的呢，升起了就是想要从轮回当中脱离出来，然后呢，希求解脱的这个心呢，当升起这样一个不造作的心的时候呢，就是进入了声闻的资粮道。那为什么把它称之为叫做资粮道呢？就是当升起了这样子的资粮道的时候呢，就表示说，我们从这一刻开始呢，我所累积的资粮呢，就是为了帮助我能够获得声闻菩提呢，所以我由此呢而累积资粮，所以把这个时候升起这一颗不造作的出离心的时候呢，就称之为叫做声闻的资粮道。디기 졸람다 통람기 값도 초 마사베 계자 말이 소사베 람기 당보 인자 초람스를 민가바 那这个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们在加行道跟见道的时候呢，不会累积资粮，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说资粮道呢，它是我们最初呢开始累积资粮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叫做资粮道。呀，다디 인디 야 다디로와 인디 소기기 람다 인디기 총어도 인디기 총람기 칭이 다디 값도 윤지 민기 남다데 인지 민지 하고와 최고래 그래서 최원도 아니 총람 타르바차디 어디서 간가 dwi지래 그래서 최원도 제 총람체 아니 타르바차디 어디서 간가 dwi지래 이솜디 다 년도기 총어도라는다 년도기 총람라는다 년도기 타르바차디라는다 식바래 那所以这边呢，我们要了解到，就是和声闻资粮道呢，就是同义的这个几个词。那一个呢，就是这边所讲到的声闻的这个法现观，那它也是声闻的资粮道。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就是声闻的顺解脱分，那就是声闻的资粮道。所以
法线观、资粮道还有顺解脱分呢，这三者呢是同义的。所以当我们加上声闻的时候呢，声闻的法线观、声闻的资粮道还有声闻的顺解脱分，这三者呢也是同义的。哦，对对，他呀，面对个全温度，面对个从来没经验，面对个从来没来呢，从来穷人全部送要的，来说啊，哦，对，面对个从来没来呢，当不从来穷的，第一就是从来真的，第一就是从来全部的，哦，那都是重要的。声闻的资粮道呢，又分为就是声闻的下品资粮道、中品资粮道，还有上品资粮道的三者。但年的个从来没那个说，他第一个是做起卡的个那个样的，是那第一个是那个起的卡的图个样的，是那年的个从来没个说，他可能说被这熊什么熊当年起那第一个是头发接的嘞，头发接的卡的这个样的是那不因那，被那年的个安尼被那蓝手个讲啥，从来没了给把他蓝了手把你囤积了哇。年头给从那么年头给那么小云的，他电信没到是就是没到东面东没到把的大没把到古的古马的谁叫的话，哦，他第安尼看的说过的导致是过的话，干点几的，去我们倒把是的，看这个去我们倒把是去两把西电信没到是就住了说不得的，我们倒把得到他们倒把。得到倒不，那么多接吧，第一家呢，去我们倒把是呢，那出个有啥的。现在的那个阶段，年头个从那么修呢，你没打把到过来，到被开把要的要买的，他没把你把到到过来，过买的些，我到底做他头发介绍是呢的，我能够去查掉的。那就是呢，如果说对于就是大家如果平常呢就是有在阅读经论的话呢，那这边就是有一个就是帮大家就是断除疑惑的一些探讨。因为呢，我们讲到说声闻的法线观呢是声闻的资粮道，也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呢，就是进入声闻道的时候呢，就是升起了心绪当中升起了就是声闻的这个法线观，也就是进入了资粮道。那什么叫做法线观呢？因为我们知道说线观的意思是什么？线观的意思呢，就是能够最初通达呢，是我们叫做线观嘛。那法线观的这个法呢，指的就是指说四谛16形象。所以呢，当看到声闻的法线观的时候呢，最常探讨的问题呢，就是说，那是否说一进入声闻资粮道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达无常还有无我，因为你通达四谛16形象嘛。因为法线观的法指是四谛16形象，那线观呢，指的是指说就是最初通达的意思。所以是否一进入声闻的资粮道呢，就要能够通达无常以及无我呢？那这个是最常探讨的一个问题。哦，对的，但你讲的是那被那开头人不去打不给送上了，安尼两把西马多呢，是吧？被那米大把的东眼话的东啊的大面把马多呢，安尼年头给他们个的，他把团员给落，生意场外给了几个嘛，哎了，他把团员给落。他把团员给落，生意场外几个嘛的时候，年终给3把几图嘛的，生意场外几个图嘛的，送啊，第送到了大把人呢。아니 가르쳐도 거래 람슈기 강사이네 미다바다 다음에 또 캡 세야지 거두고요 되게 那以克祖杰大师的这个想法呢，他会认为说，如果我们不通达就是四谛16形象里面，像是苦谛里面所讲的无常、苦、空、无我，如果我们不去通达无常、苦、空、无我的话呢，我们心绪当中是没有办法升起一个圆满的希求解脱之心。那既然没有办法升起圆满希求解脱之心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你心绪当中是没有办法升起资粮道的。所以以这种方式来说的话呢，你只要进入声闻资粮道的话呢，你就必定呢要通达无常以及无我。哦，他对的，这张你他你这个什么？哦对的，他的开头人不去给送去，开头人不去给送去了。他的做他那的看的那个是呢，别那会动眼嘞，他别那快给动眼的做让心的叔叔给写白一那样是快动眼，来说啊，啊那呀。哦，对，动眼的快，动眼给让心把叔叔给哈宽那样子，没大把马多把赢呢，俺你看这是呢，
녀활랭기 풍부 녀랭기 풍부 스고래 녀랭기 풍부디 쟁에 다디 디다 제야 임바디 하쿠고 말레스 미다바 또나 끼지끼지기 지두고요 끼지끼지기 두나 냠치마도 녀레 아니 사지 녀활랭기 풍부디다 샤네 도야 임바디다 쟁에 임바디 또 그래서 미다바 또나 끼지끼지기 지발라 또발 미지 끼지끼지기 지바 또발라 때니 아니 다 랭행기 풍부디야 끼지끼지기지기 식두고요 봐 대라 때는 녀랭기 풍부디 사지 녀활랭기 풍부디 쟁에 임바디 또 그래서 미다바 마도바 이나 아니 두코에 둥에 임바 하코나야 둥어 임바지 둥에 게라시 임바 하코나야 녀랭기 풍부디다 쟁에서 또 두고 말했어 쟁이지 마임바 쟁아 남치 마도 제 임바디 하마고나 아니 풍부들라 착배기 착바디 도토고 말했어 풍부들라 현샤디 랑시마바 레용 그래서 어디 인자 미다바 녀바도 또고 그래서 미다바 또고 비균진 디기 줘래那为什么呢会这样去判别呢？那其中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想要说，就是虽然呢我们能够了解到说轮回呢它的体性呢是痛苦的体性，但是呢如果无法通达无常的话呢，我们就对于说，虽然说我们总的来说知道说轮回呢它就是一个痛苦的体性，但是因为不了解无常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说我们的进取运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刹那刹那坏灭的一个体性。那为什么要通达我们的进取运呢？它是刹那刹那坏灭的这个体性呢？因为如果说我们不了解说我们的这个进取运是刹那刹那坏灭体性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呢就无法断除对于这个进取运的这一种贪着的这个心，因为呢你还会去贪着我们的这个有漏的这个轮回有漏的这个进取运嘛。那贪着有漏的进取运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升起一个真实想要希求解脱的这个心。所以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在这边，为什么进入声闻这两道的时候呢，要通达无常等四谛16形象，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在这里。对，本来俺做的，专门那个당고我们做不上级的没打不送过来，专门的姑娘来的哈那个的缺的没打不送过来，专门的姑娘来的别个南有的呀没打不登记下来，没打不考过下来，好的。因为呢，世尊呢在最初转法轮的时候呢，所讲的法呢，就是讲到了无常。那在涅槃的时候呢，所讲的呢，也是涅槃之前呢所讲的法呢，也是无常。那世间呢最常显现，世尊呢最常显现出来的呢，也是显现出无常的这种相状，就是世尊示现涅槃呢，也是为了显现这个无常。所以呢，一开始呢，就是无论是开始或者最后呢，或者在中间呢，都是不断的为我们演示了无常的道理。좀 내기 제바 중이게 나네 아니 꾸냥에 대비 제바디기 미다바 쇼지 세고 땡기요래 그래서 좀 내데 응보서 버산 예산에야 꾸냥에 대비기 가르친 거래서는 남치 마도 녀랭기 풍부디 사실 녀활을 녀랭기 풍부디 샤는 저기 뭐 땡기요래 뒤도 콜라 현자 마치 쓰고 다 녀랭기 풍부디 수수께니 냠도 가두이나야 벤 제마표바 제마표베기 풍부딜라 현자 마체나 아니 현자 마체 현자 체기요 말이라도 현자 제야매나 현바도 타고 제야매나 다 수수라 유베기 치 자라 용어보 된도 대외경 티다 수수 내가 마신거는 되도 다 강가다 타리를 두고 와就是想把它跑去呢，忙起，他人都读的话，别的说说满中了，没看到了读的话，没看到了读，你这说说咱们给培训当然给家了，我不看得起呢，可培训当然没有差不多啊。所以呢，世尊的12相成道里面呢，最后一项示现呢，就是入大涅槃。那入大涅槃呢，最主要呢，就是非常明显告诉我们无常的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就是世尊最主要告诉我们，就是从我们一出生呢，就和我们没有办法分离的这个身体呢，我们要了解到说，它也是一个有漏的这个进取因，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贪着这样。那往往呢，如果说我们不能断除掉这个运体这个贪着的话呢，那我们先不要说运体的这个贪着，我们先讲说我们对于外在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些资产，我们平常都会产生贪着嘛。但是这种贪着是，我们对这种贪着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那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可能就是
常常要跑医院嘛。那去医院的时候呢，我们所累积的这些资财资具呢，是完全用不上的，你只能放在家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把这些资具带到医院去。哦，对嘞，俺说南就卡住，别就当然就呢，俺说生给你吃的，我给你吃了那呢，我给你吃了带的那样，他们的了，蛮刚给你吃的嘞。다 돌로 빼디 급자 코진다 코진 모고 코진 게세 메도다 가르 모고 가노거나 타마 코야 되니 맹강기 니 돌로 되래 로아 다 사야 남기 게세 루 좁게 빼디 세딩이 지나야 타마데 사갈레데 맹강기 칼라 되래 차맹이 지니 세다맹이 다 되네 빼디 맹강기 칼라 되래 로아 오다 들리 지경네 만조 마음바기 랑과나 마소네 딕신 마소네 디 만조 단단한 소유 차례是吧？我的这贴吧这边。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就算平常呢，我在家里睡的呢是用这个黄金或是银子呢打造的这个床，但是呢，到年老的时候呢，我们就只能睡在医院的病床上面。那现在我穿的衣服呢，不管说它的材质有多好，是用丝绸啊等等做的呢，但是年老的时候呢，我们穿的呢就是在医院里面所穿的这些衣服。那平常呢，无论呢我吃的东西呢有多好，那年老时候呢，我们就只能吃医院里面这个没有盐又没有糖的这些食物。那这个呢，大概是可以确定的一个事情嘛。다가나 신 남기 ngaranzo ngo shimbada chokpo pe mangbo gabu nyebo pe keja mangbo shen pe party tani pe party chibu tangu yare tama tapshu de la mengana la o membada mengkangi michik chik ma to thu chogu mare sayaji oda de michik de ni dundare la cha khajore sa chigi la ma to thu chogu mare slabudo tama de tere tang anzo 那我们可能平日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好朋友，那可能呢，就是我们常常呢会跟他们一起开 party， 然后呢过得非常的开心。但是我们年老的时候呢，可能就只能住在隔离病房里面，然后一次呢就只能见一个人，而且见一个人呢又不是每天可以见，可能一个礼拜呢就开放了2天3天。那这些都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无常的道理。其实到顶住给他呢，俺就开始搞过的是呢，会给人心。지den기 중에 디인딩은 좀 미다발라 치와 미다바 세야지 송고도와 치와 미다바 세야지 치와 미다바 내가 나시 아니 강바시바 오다 녀게 치와 미다바 오다 딘조 제데 딘조 이때네 미다바 라바 토마 미다바 라베 땡 디 당보 수라바 수라베 땡니 수 차에 땡니 수 차에 땡니 아니 미다바 라바다 미 라바베 땡니 미다바 참mol라 코아라 두 제네 아니 디기 땡니 나 타메 나종암치 마도 키도야 카레마도 요마르스나 최마시 요마르스 어다 최장말레 하즈지 요마르스 다 최나는 카레스나 아니 룽아기 룽아 이숨기 최는 나나 잡으나 이기 300기 권내라는 최장수 어다 로종기 냠네 어다 찬주기 셈종수 어다 데레나 요마르스 제자 미다바 또바디 최了贵위기 담바 연나면은 최了贵위기 담가 초도 교바데 미다바데레 세상 안한족이 실로라 풍보당 미시와당 대대 통연이 아니 미다바 챙고야 그래서 어다 뒤줄에 那所以呢，就是在道次第里面呢，为什么告诉说我们就是念死无常？那乃至说我们在学习社会学的时候呢，会从一个就像是房屋幻灭等的，就是在讲述无常的时候呢，先讲述初分的无常。那我们在理解无常的时候呢，先从初分的设法之上呢理解无常，那再从细分的设法之上呢去理解无常。那了解初分无常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再了解细分的无常。那了解细分无常之后呢，那我们再去思维呢，就是在临终的时候呢，除了法对我们有帮助之外呢，其他呢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法呢，在修持的时候呢，有身口意。那在身口意里面修持法呢，那最主要呢就是透过我们的心去修持。那心最主要去修持的呢，就是修持这个菩提心。所以在道次第修心的这些教授里面都有讲到呢，就是思维无常呢是劝发我们修法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看到走在路上啊，或者说在各个地方呢，就是看到别人在办丧事的时候呢，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在策发我们呢要升起思维无常的这个念头。
어디래 만조에 디 랑바를 도고래 만조에 디리 세야지 땡고고야래 어디 셰고고야래 제자다 미다바 마도나 아니 풍보다 정해서 또 도고 말해 병에서 좀 미다바라 아니 풍보를 차베 세바데 고토고 말해 딘즈 미다바 냐바도 도고 그래 소야데 디래 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在有别人在办丧事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思维呢，就是迟早呢，我们自己呢也会走上这一条路。那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说一开始呢，我们就要先通达无常？因为如果没有办法通达无常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升起一个想要和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是这个身体是我们需要去远离的，我们是会和这个身体分开的这个心，我们内心没有办法升起。那你没有办法升起这样心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就会去贪你的这个运体。那谈这个运体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升起一个真实的处理性，所以才说，克祖杰大师的这个想法，就讲说，一开始进入声闻质量道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通达无常的话呢，是没有办法进入声闻质量道的。第二个就四类学能了，对了国主都呢，他不开始写的，苏拉巴米给同样的这些，第一节了米给同样名义扎提罗人家的这些，他呢第一节了，安尼一些吧与缺给这些。他的确的没得话点了，差不多就怕有的通过书给点都点了吧，点的摘一点都点了吧，都觉得他妈对那个说没得话讲呢，他都得说给眼泪给碰过，点都上了当过了，我当眼泪给碰过的，眼个啥子给碰过的，但没得话让现在给这多呀，这里卡着么卡着这边呢，没这个他不要嘛的，说我的都是上了当的，千万没得话上了当的，全年龄的在一起，我都是对人的送的上了当就要的。所以一开始呢，色类学呢在讲述的时候呢，他就从我们先看得到的这个初分色，那初分色里面就是先从我们看到的这个色法呢开始做解释。那解释完色法里面我们看得到色之后呢，那再从我们看不到的呢，就是声香味触来做解释。那解释完色法之后，那再解释说心法。那这些从色法上面去了解无常，然后从心法之上去了解无常。那为什么要这样去解释无常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呢，就是其实呢，不止外在的这些色，或者说心法，乃至于呢，从出生呢就和我在一起的这个有漏的进取运呢，迟早有一天呢，我们是要和它去分离的，因为我们身上的有漏的进取运呢，它也是必定呢会坏灭的，所以由此呢，帮助我们去思维无常。당보 미다바 때나 봐도 하루기 기땡도 미다바 때나 봐. 7회기 유기 땡도. 7회기 유기 땡도 미다바 때나 파네. 타도 소소랑이 기땡도 미다바 때나 파고 봐. 세상 안주 7회기 땡도 미다바 때나 파야 돼 빼래. 빼는 다 미다바래 세야다 보다. 풍바 미다바래 세야다. 빼는 따ян다 거고 가서 다치지 미다데 제바이 미체. 풍바 미다바 줘야 돼. 된소 강가 빼 땡네. 소소 담보 타도디 아니 소소랑이 미다바임바. 풍보 랑기기 풍보 미다바임바. 체와 미다바임바. 소소랑이기 체와 미다바임바. 체와 미다바래라도 체와디 기지기 가도 총마죠. 하고 말와. 어제서 된내기 돈에 삼로 땅에 라부여. 고네 손데. 제상 어두스래. 所以呢，从色类学呢，一开始呢，就是从这个外在的这个境呢，然后来解释无常。那从外在的色法来解释无常呢，它的究竟呢，就是要让我们理解到，其实我们自己呢也是属于无常的。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外在境是无常的时候呢，它像是一个譬喻，他说告诉我们真实的意识呢，是了解自己的运体呢，或者说我们自身呢就是无常。那所以或者说我们在学因类学的时候呢，讲到说身有法是无常，以致所作性故的时候呢，那透有这些正因呢，去帮助我们了解说身是无常的目的呢，最主要就是要了解，其实不止身是无常，乃至于说我自己或者说我的运体呢，它也是无常，然后由此去了解到死无常的道理。那为什么叫做死无常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死呢是刹那刹那坏灭的，那刹那刹那坏灭，什么时候会死不晓得嘛，所以由此而策发一个劝发我们想要去向于法的心。뭐다 들리지. 야, 다 좋아 예배. 저저 셈스. 时间到了，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问题？그래서
提前给抽篮的7月的抽篮整给告诉你东尼都被写到这个人是，你年退给抽篮的样年退就话涨给你等时米到说居住给等斗国人是，加上但他天面党提前的收给公家给都要给对出米少有人别是，你等这呢提前样抽篮主备那告诉人，但是米到说居住斗国人别是。哦，他对的。其实他的开头人不几个送的写下去了，但那个送开头人不几个送的嘛都找嘛送啊。其实开头人不几个送的，看上去大概也呢，其他听说给的，买蓝秀给讲啥啦，这些没打说就到国内些的，看上去罗里当年以内的，卡里大概以内的，年终我送卡都大过来，年终我送卡都给这，听说刚刚年终我送卡都给这些个来送啊。其实年终我送给搞的写的，年终我送给搞的做的写的，第一个就开头人不这个送到这，电信没打算就是多个月呢，七八几年的，提前给从那样修办了，电信没打算就是多个月的。但多年多个某个生意经验用过的，像是我对应不应呢？安尼全球生活来给呢，第一结束，安尼我东我不弄不赢呢，我来多年多，第一结束，安尼全球生活来给我解决。아니 저 옹도 임바이나 뭐라 chanju sem kene 옹도 la ngeba melas 뭐라 chanju sem kene di jeso tongni to ba te tambo chanju sem gyule tejen lam do shu tejen solam ke di jeso tongni ji ya tongni ngala to ne chanju sem ke 옹도 la ngeba mela da ji song yo wo me no bo tin zu ina tongni ngala to ne di jeso tejen lam do shu tejen lam do shu de chanju sem yang do ke gero wa o tire 다 단다 대신 미다서 주로 또 고당라 줍당라 키주름 붙이기 되게 줍당라 따나 년중기 삼바다 퀄리티 되게 타바트되게 삼바 좀만 이봐 깨고 줍당라 따나 대쟁게 람다 녀라 태바숨게 람다 찍고 찍냐네 남슈기 강사이나 대제 미다바 또고 세야도 붙이 리베 고기 하래 다딩한서 삼로 땅라네 아니 줍야로 와 영화지 일라는 마도 남산 랍토 직세부지 랍토야 가고 얘기를 와 어디래那就是在这边呢，想请问仁切，就是经典里面呢，讲到说大乘资粮道呢，最迟呢是在中品资粮道的时候呢，升起空达空性的这个了知。那声闻资粮道呢，就是一开始入资粮道的时候呢，就要通达四谛16行相。那小乘和大乘通达自己所修的时间呢，是否不一样？那大乘是否一样，在入资粮道之前呢，就要通达四谛16行相？那仁切就回答到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刚刚只有解释到，就是克主杰大师的这个想法嘛。那克主杰大师的判法的话呢，就是我们没有通达四谛16行相之前呢，是没有办法进入资粮道。那这无论是大乘呢，或是小乘呢，都是一样的。那它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理解无常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升起一个想要和自己的这个有漏的运体呢，升起一个断舍离的这个心。那你这个心不升起之前呢，你是没有办法升起一个就是无造作的这个处理心，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从这个方式判的话呢，无论是大乘或是小乘呢，你在进入资粮道的时候呢，是一定要通达无常的。那不过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四谛16行相里面呢，它讲的是要通达无常跟无我。那是否要通达空性呢？那就不一定，因为在经典里面呢讲到说，就是以利根菩萨来说的话，大乘利根菩萨来说的话呢，他一定是先通达空性之后呢，才发起菩提心。通达空性之后发起菩提心的时候呢，升起菩提心的同时呢，进入了大乘的这个资粮道。那顿根呢就不一定，顿根的菩萨呢，他有的呢会先升起菩提心呢，再通达空性。那也有可能呢，在还没升起菩提心之前呢，就通达空性。这顿根呢来说呢是不一定的。那不过呢，就是对于克数杰大师的这个想法呢，那大家如果说平常有在看心内学的话呢，那可以去看克数杰大师呢对于这个瑜伽现前的这个解释，因为他大部分的这个理论呢都是在解释瑜伽现前的时候呢，然后来做探讨的。그들은 뭐지기 송디기 땡네 만조 로종이 냠내라 자야디 저 코주 첨보여 간데스 코주 첨보여서나 그들은 뭐지기 타바 등이게 로칭이 상황 귤라 깨발라 미다바 또 고도 아스 가르스나 미다바 마도나 홍보다 예랭기 홍보 사진 영화랭기 홍보되다 쟁에 임바디 또 도구 말했어 쟁에디 또 마도나 홍보 예랭기 홍보디 ngamchi meba shagyo imba de to thogu mares
ngamchi maba shagi imba de matona ngelengi phumbo de la shemba da chakpa de yugres ngelengi phumbo de la shemba da chakpa khazu zile na di chugi khole tende ki somebody shuk chunga yades khole tende ki somebody chunga yena thaba thingi ki tharba thingi se de khole tharbe thaba thingi ki lo de ya shuk chungre ti shuk chuna kollo choma mai ba chag mare ti indi khole tende ki somebody choma mai ba lo kyule ke indi ngelengi phumbo de ya 아니 텐데기 사발 좀 많이 받게 걸 비게발라 미다바 마도나 태투 말에서 딜랍디 소 투사데 카레 타바 튕기길로 챙기 상황 줄에 깨고도 년랭기 포보들라 현자 매버지 고 그래서 어디 두고야 냠는데 자네 那当然就是经典里面是这样做解释。那至于实际状况如何，就是通过我们不断的修持、不断的思维呢，然后慢慢去做理解。那不过呢，就是克祖杰大师所讲的这个理路呢，对于我们在修心的法类呢，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为什么呢？就是他提到说，我们要升起一个真实的这个出离心的时候呢，你是一定要通达无常。他最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呢，我们一定要先通达无常之后呢，你才能够对于通达无常最主要目的是要了解说，我的这个有漏的进取运呢，它也是刹那刹那坏灭的。你要了解说，这个运体呢，它是刹那刹那坏灭的缘故呢，所以呢，它是迟早有一天呢，和我们会分离，就是会断舍离的。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了解这个身体呢和我们会断舍离和我们会分离的话呢，我们对这个身体呢是会起贪着的。你只要对这个身体升起贪着的时候呢，你认为轮回是苦的这个心呢，它自然而然它的力道就不会这么强。那你力道没有这么强的时候呢，你要升起一个不造作的出离心呢，就没有这么的容易。所以这是克祖杰大师最主要的一个理路，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升起了，一定要通达无常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升起真实出离心。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在这边。对。就像我那边的我的老师，我让给的不进来，给那个，你给中嘛不去给了，免就吃个做过来，免就吃个排肉去吃，给学的给来个的，啊，年龄给碰不，年给想法这个碰不的浪才为钱了，我看着我看着谁呢？谁当然是开要嘛的，我得说过的话，其实第一个东呢，阿妈弟弟，东年的把拉扯完了，年给想法这个碰不的拉扯过来。랭이 샹와지기 폼보데 라마트나 동에 담바 셰토고 말해 제자 점nen디기 디네 동에 밥에 담바오 세데 디 동에 밥에 담바오 세데 디다 죽사디 실로기 폼바다 까와데 니주기 지된데 동에 담바 임바 땡겨요 말 점nen디기 동에기 담바레 세디 초랑기 나란속이 주게 랑기기 폼보티 동에 담바레다스 랭이기 샹와지레스 랭이기 샹와지 임바 인사 교랑이 랭이기 규 랭이기 마방바도 교랑이 동이기 폼보텔라 가져서는 써야 말이스 고주대 땡기요. 所以呢，我的上师仁波切呢，就是像我们有时候会请，就是上师仁波切呢，就是去医院看病。那他往往呢，就是回答我们说，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因为这运体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苦的体性，它就是一个无常的体性。不管去医院看还是不看呢，它是苦还有无常的这个体性呢，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改变的。所以世尊呢，最初在讲到四谛。最初在讲四谛法门的时候呢，讲到说此是苦圣谛的时候呢，这个此呢指的就是我们，或者说我们这个有漏的这个进取运。你要了解我们有漏的这个进取运呢，它本身是苦的。它为什么是苦呢？就是因为它具备了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形象嘛。所以你要了解说，他讲这个此，并不是讲说哦，指外在的这些品质或外在的这些圣法、外在的这些摄法呢，它是苦谛。最主要呢是讲我们内心，因为。最主要是讲我们的这个有漏的这个运体，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清楚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呢，你要升起真实出离心呢就不容易。哦，对对对，那下个，这我做送来，哦呀，那他妈的我能了。那我们就将今天的所有文法的功德呢，回向世尊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那特别是三界法王中科巴大师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源远流长。那我们也回向尊者，还有切合我们去法源的上师，以及所有的持教大善知识，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能够早日成办。那除此之外呢，对社会有贡献的这些人，无论说他是否有宗教信仰，那有宗教信仰里面呢，无论说他是否为佛教徒，那我们也祈愿他们都能够长寿无病，他们的所愿也能够快速的成办。
办。那总之呢，那我们也祈愿一切的国土呢，没有任何的战乱以及疾疫。那特别是现在疫情呢，能够早日的洗除。那总之呢，就是将我们三世所积的一切善根回向给一切有情。那祈愿一切有情呢，都能够早日成就佛果位。我也是准备把我记得见嘛。勇猛读书如实了说法，大恨普贤菩萨亦如是。未能随从彼等亲近学，我将此等善根皆回向。三世一切三世圣者众所作任何殊胜诸回向，我愿将使一切众善根慧行普贤善行皆回向。所有礼赞供养佛如来，请佛久住世间转法轮，随喜忏悔等诸妙善根回向一切众生及佛道。愿此学领环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根源处，观音自在颠经假错尊，莲足坚住直至三有尽，自心显密教法册，善解为生顶上言，智慧礼障事业缘，众生导师愿久住，希愿至尊上师及长寿，尽善事业广传十方界，显慧教法明灯十三地，消除有情黑暗常安住。总之愿令善事皆欢喜，并以获得佛意之广闻。如来圣教聘扬于十方，修行所作妙善皆究竟。吉祥上师愿长寿，遍虚空界生善乐，自他尽罪而及之，快速成就佛果地。父母有情俱安乐，一切恶趣恒时空。菩萨任谁住何处，彼等心愿皆成办。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诸世间尽除众生苦。我也是念到了，突击切，大家谢谢。拉斯多人切图谢囊，谢谢大家。抱歉，感恩仁波切慈悲教授，感恩仁波切，感恩翻译老师。